波爾多必去邊間酒莊？真正古早味嘅波爾多紅酒究竟要幾多錢？Hi， 我係最啱傾嘅 Max 哥。波爾多俾人感覺好商業化，而細酒莊嘅生存空間又越來越細。詳情可以睇返上一條片。但今日要講嘅係一間年產量只有3萬支嘅酒界奇蹟。等我引用現莊主嘅句霸氣金句：我哋每年要接待幾百個參觀團，好多都係同行嚟取經嘅。我哋成為咗釀酒界嘅潮流同埋學習目標。但係其實400年嚟，我哋都冇變過，變嘅只係個世界啫。今日嘅主角係波爾多右岸嘅 Chateau Courtet 古特酒莊。佢同甜酒嘅古特係無關㗎。點解佢係必去？右岸官方旅遊局就將 Chateau Courtet 列入 Local Gem 必去酒莊 No.1， 而佢喺 Google 同 TripAdvisor 都有成4.8嘅高分。點解佢會咁 hit？ 就係因為佢係 all time organic。佢哋嘅祖先400年前已經住喺度，食自己種嘅菜、養嘅雞。佢哋為咗健康，冇理由會落藥俾自己㗎嘛。為咗啲靚景，佢哋刻意保留咗啲古花同古樹，咁就唔小心保留咗 organic 裏面最難達到嘅生物多樣性。今日好多酒莊想轉 organic 都轉唔到，就係因為生態平衡並唔係3年可以做出嚟嘅。而 all time organic 最難嘅就係傳承。本身 organic 已經好難做，一轉手就好易放棄。古特做得到，最大原因都係因為400年自己家族營運。家訓只有一句：Today, most of my family members are still living in Courtet, and we really enjoy our life in Courtet because we work in the place where we live。到今日，第14代嘅莊主老豆同埋阿爺都仲住喺酒莊。細酒莊唔容易做嘅，最大嘅敵人係稅啊！第一，佢哋有按地價交嘅地稅，呢30年嚟已經升超過10倍。好多酒莊捱唔住，所以要賣。第二，右岸列級莊係有幾級㗎，越高嘅級續牌嘅時候就越貴，就好似車咁樣，CC 越大，交嘅牌費就越貴。Courtet 本嚟就係特級，上次交棒因為要慳稅，所以主動降級，同品質無關。第三，佢有超高嘅遺產稅，法國人要傳100蚊財產俾後代，最高係要俾成60蚊稅嘅，所以好似古特咁就會係阿爺傳俾個孫嚟慳啲稅咯。咁究竟波爾多嘅古早味係咩味呢？近20年酒評家興起，出現好似 Parker Style 呢一啲新派，一開瓶就爆果味、爆木桶味。而古特呢，佢就話酒係釀俾自己飲嘅，所以一路以嚟就保留咗400年嘅 recipe， 比較接近葡萄本身嘅味，清新嘅果香加啲少少嘅薄荷，入口同新派比較就會優雅啲，冇咁爆。如果冇飲過古特嘅人，可能第一次會花少少時間嚟習慣，可以喺個口度啷耐啲，感受下佢嘅層次。呢一支 all time organic 400年古早味右岸列級莊嘅古特，400蚊都唔使啊！可以做到咁抵，最大原因係因為佢哋一路都家族經營，同埋而家嘅莊主講，佢係想啲客人冇壓力咁樣可以飲到波爾多傳統嘅味道。有興趣嘅朋友，記得喺留言區置頂嗰度撳入去，你仲會見到一款年產量得幾千支嘅頂級酒款。想知更多，留言或者搵我哋，下條片見。